这个是网红啊，定制网红。不远20公里，20公里，雅江县的这边20公里。就是嘛，我在想你回来了就好了，这就舒服一点，弟弟。上次你回来的话舒服一点，你回来了好了。可以来，这边还要跳藏舞。这里半个小时就到了，县城到这里半个小时就到了，20公里半个小时就到了。看着，你们穿上护理，别点上护理。还累吗？微信可以给，微信可以给的啊。新郎是礼堂的，连在这天空之城礼堂的。桌椅板凳啥都没有，怎么吃饭？看一下，怎么给？你关注一下私信嘛，你关注一下私信嘛，关注一下私信。立刻到上或者是。你的微信可以加，可以加的，你们关注点一下，什么叫老婆不在吗？你说主播本人吗？主播本人是伴娘啊，在外面。新娘要开。那主播这个大哥。你还说这么久？他们说那个礼炮往脸上打，我给你们看，他们要进来了。刚刚有个哥哥说那个礼炮往脸上打，笑死人。那对，新娘在外面，马上进来了哟。他们要唱，结婚中午已经结了，但是晚上的话也要这样唱歌，唱一下歌，然后要走个形式。记着。扎总帅，扎总是谁？扎西彭州哥哥吗？刚才沙滩的什么哥哥？吃了，已经。
饭已经吃了，已经吃饱了才这样过来。刷一下嘛，气质嘛。要的，要的。扎总，这个是扎总。第一个是新娘。是新郎了，这个就是新郎，这个就是新娘。这个是新郎，看新娘、新郎，这个是伴娘，我的闺蜜，这个是伴娘，我的闺蜜。然后别在这里啊，姐姐在这里。对他们挨着的，对对。然后他们要做。那些都是伴郎团体的，对，
对对，我也是这样想的，他们两口子应该打扮的就跟其他人不一样，就特殊一点的话好一点。看吧，汉族人，对对，这是甘孜州雅江，这两个是西人啊，这两位西人，对。在我们这边的话是比较流行穿这样的啊，就是我们以前的习俗就是这样，要穿这样的，头饰也是这样的啊。你们看我的衣服，完了，看我的衣服。这个不可以啊，这个不可以。直播。哥哥，还能吃点吧就。俊。还没有，我还早着呢，我结婚还早着呢。前面谈天换几身衣服，差不多3套吧，差不多3套。对，伴娘是我闺蜜啊。伴娘在我们村里面还是算是很漂亮的一个，看，最后面那个是姐姐啊，姐姐也漂亮。这个美颜有点吓人，我把美颜关了，你们再看一下哪个好看啊？我也不会弄这个手机。现在把美颜都关了。边上的好看，边上的是主播本人。哎呦呀！姐姐没有结婚。对，是霞都村对。他们要吃饭，然后我们看着他们吃。等一下我也去那里蹭个饭，他们这些伴娘伴郎在换衣服的时候，他们就吃完饭了，这些客人就吃完饭了，然后他们在换衣服就没有吃，这点不好面对面。对，他们刚才有些人在跟我打招呼，说不要那样拍，他们害羞。但没事嘛，那我知道责任不做假巴说那谁啊？责任不做的妹妹结婚啊，今天。
请假这个，你在结婚时候的是，请假这个这边可是小年结婚是多少？你早上说小年多少？就是晚上晚几场可得了？我是要的，请买的。有点心情嘛。姐姐跳舞了，但是没有拍视频啊。今天我跳舞了，我给你红头巾。你这嘛这。你看他们在跟我打招呼，说不要拍他，在骂我。怕了。他们在骂我不要拍他，他们说不要拍，不要拍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拍的照吧。姐姐还不知道，姐姐还不知道。今天姐姐唱的歌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姐姐今天唱歌了。姐姐今天唱歌了。唱歌的视频我有，你们看吧。姐姐，我这么多下。关注走一下，谢谢你们。你为啥那吃上我没给他了嘞？他是啊，你为啥那个吃上我没给这样子了的？去，你吃嘴，这个这样子了。没这样的的，算了，手机嘛的。那可能他给你点赞走一下，谢谢你们。姐姐呢是找姐姐是我，就是姐姐啊。等一下要跳舞。哎，搁几张呢？喊你喝。哎，喊你喝，喊你得喝。新娘还没看到，新娘在这边。喊你得哎，干嘛着？搁这有直接咋着？你不记住？你来什么？关注走一下好吗？马上要跳藏舞了，马上要跳藏舞了。关注走一下，谢谢你们，我在的嘛，你吹牛嘛你，全部都像新娘子真的吗？关注走一下，谢谢你们。等一下还有跳舞的。你是嘎嘎的什么呀？你是嘎嘎的什么？晚饭在前面。我这把是要，我自己这么多少学习对，这里给找到，对，那你可能这个对，别的你的。跟我说，你回来说，我对那个。日本的好吧？日本的主管的。主播你是哪的？我是甘孜州雅江的。你们给主播点点关注。
我们俩像不像？亲戚，是亲的吗？对，家人们关注、点赞、走起来好吗？关注、点赞、走起来。关注再走一波关注行不行？再走一波关注，今天晚上还有跳舞的，我们都要跳舞。太冷了，鼻子都红了。参加婚礼，这是婚礼。镜头转哈嘛，是好的。关注走起来，手机咕噜过来。呀，咕噜就到了，我去你个。那什么？露西咕噜看我这次嘛呢？他吃饭了，家人们点关注走一下，关注走一下。等一下还要跳舞。去哪里呢？那随便犹豫着吧，犹豫你我嘞。喝不了，喝不了。这次没得取景呢，得取景呢。关注走一下，对。恭喜你是抽到一个，我抽到一个什么你知道吧？肉。哦，看一下主人家，主人家看不到，看谁都像主人家。现在吃晚饭，然后跳舞，对牛肉。关注走一下，关注走一下，关注走一下。等一下我会直播。那你运动了，到了你得了，你去现在就去。你运动。那你拿去取的是吧？就你了噻。是啊。是拿去了噻。就你买回来样子的嘛。吃完了。看。它看起来有点冷了，锅子搞捏大。对，是。煮好了的，不是生吃，不是生吃啊，是煮好了的。这是在哪里？这是在甘孜州雅江县。关注、点赞、走起来，谢谢你们。等一下还要跳藏族舞蹈啊，传统的锅庄舞。你们给主播点关注，传统的锅庄舞在，这是不是在哪？看不到，看不到，此时不错。汉子们喝酒不？不喝酒，不喝酒。欢迎龙子帮，看到了青稞王子，我看到你的关注了。里面有了吗？是不是？是的。看到了没有？一天结束，但准备的话可能要准备个1个月那种。都给主播点关注行不行？人多不多？人还挺多的。关注点起来，现在准备晚饭，然后准备跳舞。欢迎。看的都饿死，真的吗？但是我们有也不好意思吃。是那个他们根本不晓得玩了的。这路的这里跟那个还是叫的这路的不来，皮了的这个，也皮了了，也不来得跟的那个的，是那也皮了。我搞啊！我今天没吃路，我吃路家里。关注、点赞、走下，家人们，也皮了的，或者你打一米了跟的来的，关注走下，家人们。跳舞有专门请人跳舞的，还有专门有跳舞的啊。
洋芋和饺子吗？对。有5两重对，但是我们这边不能摆那种特别贵的那种酒，不能摆。这边我们婚礼都是有限制的，你们知道吧？有限制的，还不主持吗？他们在吃饭，然后我们就要跳舞了，吃完饭跳舞。不喝酥油茶吗？喝了，已经喝过了。酥油茶那些，反正牛奶这些都是在中午安排。自己办婚礼还有限制吗？反正自己村里面有那种的，就有些家就想办个很那种，就很怎么说呢？反正手抓羊肉嘛，手抓牛肉，什么羊肉？我们不吃羊肉，不吃羊肉。关注走一下家的嘛。你们给主播点点关注行不行？扎西得了的听看你，你得扎西得了的加行，扎西得了哦。麻烦吃什么东西？饺子，有酸菜包子、土豆包子、肉包子。啥都是包子。土豆包子，你早点结婚吗？我们要来，是真的吗？我有点不相信你们说的。我还没找到，没找到。真的，关注点一下，我下播一会儿可以吗？我就7点准时下播，然后你们关注点起来，我8点准时开播。7点下播，8点开播，你们关注点起来。等一下有跳舞的我就给你们直播。等一下有跳舞的我给大家直播。关注点起来，7点下播，8点准时开播。谢谢分享直播，关注点起来，家人们，关注点起来，等一下可以看跳舞。你们没点关注的话，等一下就刷不到了，知道吧？没有看上的吗？没有。谢谢分享直播，谢谢，谢谢点赞。我在成都创业，不算上班，在创业。主播要求有点高，不是。拿钱了，家人们，看到没有钱？来给你们看啊，表演，关注点起来，关注点起来。关注点起来。新郎是属于礼堂的，礼堂。关注点一下，关注。关注点起来，关注。是的。
关注点赞走起来，关注点赞走起来，对祈福。点赞走起来，点赞走起来。点赞走起来。再加的不？加这个，加这加油就行。我这个没有的，买回来就觉得没有的。哎，再加油，直接加货，可能你上面黄嘛。自己弄。啊，全都自己弄的。婚礼69万，69万多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过来找我嘛。就你快点这来嘛，妹妹你这
的来哈。关注走一下，家人们，关注走起来一下，给主播点点关注。对的，对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是的。清茶，清茶，清茶。关注走一下，谢谢你们。这是装的清茶。自己生活，关注点赞走起来好不好？给主播点点关注。这房子是谁的？这是活动室，活动室。这是村子里。对，是的，是的。要跳舞了，要跳舞了。扎西哥哥，能看到的设计你们看我，那当然有中国人的问题。사실 나는 좀 되게 차와봐. 리아, 근데 지금 보면 정말 공부 자식들. 게임 예쁜 일이면더라. 나도 예진 이만 좀더 자식 개고치 나머지 해놔도 잘하는 통통 쓰게. 지나비 그 약간 등이죠. 선선 친구들이면 가스쇼 자식들. 네, 순전히 봐. 초콜릿. 우리 초콜릿이지. 초콜릿이 그만큼 좋아하고.要跳舞有唱歌的家人们，唱歌跳舞的都有，关注点一下好不好？点赞走一下。思想是了，是了。要到这几多个你这个就业，你那种也比不上，不是好吧？这些燃料中的现大小高中，这里我们到，我们来当节目的什么用修，不啥没啥用的，等这个这个我们了。点赞走下。这些的嘛的，然后比较这还是中国的我们的了，人家看了看好让买掉这个。你搞了打工买就这个，我家接到也就这个，把你老婆也就这个，也是个大多人的，但是我老公我安保的都打骂兮兮，现在就把这要和传统这个搞了，在这地上我们这能够干这些有是，人家好了就给老妈弄吧，这个就是弄吧，这个就是没事弄吧。我们兄弟的谁家谁的谁家谁的谁唱谁的谁唱谁的。不能喝，不能喝。他这个我说啥，他都恐怕的，他写这个，干一个人的这这些个，咱现在的国产的这些个，人家做嘛这个大概的他就能做吧，嘛是这就能做吧。如果到咱们今天是这个不用这个，他不能出现那个。一个点赞都没有，下播了。人家那这个是咱要做的上面的情况，还是这个情况。那个我们人家今天我们没有几个这个，我们有的有的，人家这些这个操心的，没有几个，他妈的这是泄露。唱歌。
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唱歌的人看不到，他坐着，他在坐着。Kakak mana tu di mana? Kakak mana tu?对，牛肉是卤的。刚刚是热的，我们现在不吃的嘛。点赞走一下，点赞走一下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这个没有人打包，没有人打包，就留给自家的。先下播了，下播了。你们不点赞，我下播了。关注也没有，下播了。